这个华航的机师甲诺富特饭店爆发的菌株的感染是扩大到南投县。今仔日南投县卫生局伫个关务会议讲到这个南投县有6个人甲诺富特饭店相关的人员有来接触，目前2个人拢在隔离。 诺富特饭店发生集体感染，即马拖到南投县啊。听讲有一个负责接送诺特人员的游览车司机，伫隔离期间发烧。南投县卫生局长赶紧说明南投县目前上新的疫调状况。游览车的司机他是负责载送诺富特的员工还有机组员的游览车司机。他当初通报他的地址是我们南投县，结果他一直都没有回到南投县了哈，所以这个案我们也把它转诊到桃园县来。 桃园市卫生局那边在做进一步的居家隔离列管当中。他另外有一个案子也是从诺富特饭店离职的一个员工，然后主家是住在桃园，所以这2个个案我们也转出去。所以说目前我们南投县的列管的个案，居家隔离的个案有就是有1家4口的这部分。 南投县卫生局长表示讲，总共有3个案，6个人甲诺富特饭店相关人员有接触到。 头一案是一家伙4个人，要伫4月19到25住伫饭店，目前伫南投隔离。若负责载饭店的员工，这个司机因为住伫桃园，所以讲县政府将这个司机转介到桃园进行隔离。还有一个诺富特饭店离职的员工，离职后去南投饭店上班，因为住伫桃园，所以讲目前已经转去桃园隔离。若伫南投县目前隔离的干后一案，就是一家伙4个人。 其中有1个人拿后会猫，不过经过采检是阴性，目前情形良好。